落耶和华，恁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18首，圣诗218首，土地灌溉降落雨水，土地得到真肥，上帝河水拢满满，备办五国归山。咱这个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要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敦彼拉多临难受苦，定是第4埋葬雷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父上帝大名，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绝对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个是咱来斗阵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7篇。启文17篇，也就是咱诗篇的65篇，选着时我来刻，咱来印。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我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因为拢要就近你，做缀到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福音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福音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攻击五国。你决压田园，收平土地。落够野的雨水，互土巴软软。多谢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得地，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坡用羊群做衫穿。
山谷用我国做外头满，做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个时啊，请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父上帝，你的正义如伫主日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敬拜你，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弥赛亚，你是救赎主，你是阮的拯救，你是阮的帮赞，你也是阮全能的上帝，你搁较是全地的主，主啊，你堪得阮一切的荣耀、尊贵甲敬拜伫你的面前，主啊，你创造这个天地。你是一个搁真高啊的爸上帝，主啊，当你的正义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主啊，阮就是要来献上阮的懊恼，来献上阮的感谢。阮要感谢你，因为今仔日是感恩节，阮要对你来献上阮做对伫阮身体对你的感恩。也感谢你的赏赐，也感谢你的应允，也感谢你伫阮犯罪时，阮的罪会当得到你的赦免，也感谢你一切丰盛的赏赐，也感谢你最应允赏赐伫阮的当中。主啊，也感谢你，无论是伫阮悲伤的时阵安慰阮，破病的时阵医治阮，伫阮人生的道路当中，阮的家庭的当中，你祝福阮。主啊，你搁较伫阮大欠缺的时阵，主啊，你用丰盛来供应伫阮的内面。主啊，这一切，阮拢总无欠缺啥物。今仔日，阮要伫你的面前，阮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大声来讲，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阮有讲袂尽的有这个恩赐。主啊，伫这个感恩节主日，阮要做伙来颂赞主你的恩典，阮要来做伙彰显主你的恩典，阮要来感谢主你的恩典。后来，阮也要回应对主你所领受的，阮要用娱乐做者来常常感谢，对着阮的嘴来讲出。主啊，也互阮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阮会当常常来荣耀主你的名，因为这一切感谢，拢是上帝你对天顶迄个丰富的赏赐踮伫阮的当中。主，这个时，阮用虔诚敬拜伫你的殿堂的当中，阮要恳求耶和华上帝，你的神临在伫你的会幕当中。主啊，也互阮当时的兄弟姊妹，当心伫你的面前敬拜时，阮要对遮看见你阳光的宝座，搁再一片喜乐伫你的会中。主啊，你要接纳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心实意伫你的面前的感谢，诚心实意伫你的面前的敬拜。主啊，当阮敬拜你，主啊，当阮奉献主你所赏赐予阮的，阮奉献担保伫你面前的时，主，阮相信你对天顶的祝福是搁比这个搁较大。主啊，阮恳求你常常甲阮同在。主，阮会当常常伫你的面前，阮来敬拜，毋若是伫教会当中，阮伫家中，阮伫逐所在，主，阮拢要感谢你，阮拢要学了你。但即点，阮将阮今日感恩节主日第一场的聚会，阮恭恭敬敬仰望伫你圣手的当中。愿主这个时甲阮同聚会，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奉献，咱这时的奉献是主日崇拜奉献，咱后壁也有一个感恩节奉献，所以咱这个感恩节奉献地是伫第二遍的奉献的时阵，咱要来教去头前的哈，所以咱这粒是即次要来带领咱来奉献是主日崇拜的奉献。咱起来迎奉献的是。
阮感谢你，也互阮会当对你所领受的，阮奉献担保，要诚侪教会的路用甲福音的事工。求主你来感动，你来祝福，你来应允，你来喜乐，你大来稳定，伫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当中，阮安尼甘心乐意伫你面前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这个是我来报告。今仔主义是咱2025年的这个感恩节主义，敬请咱兄弟会当诉说上帝互咱的恩典，并甘心乐意来上帝来献上感恩的祭。那么咱对今仔日感恩节开始，咱要来敬赏这个主义开始，咱要敬赏2026年油厂教会这个月历。咱教会逐年拢有送咱月历所以请等一下。咱礼拜煞，咱会当伫教会的广场的所在，咱来领取每一户一份咱你请毋通加客咱领即个月历真简单，咱只要签一个名你就会当来领走所以即只甲咱做一个报告。第三项小会功课伫11月15就是来11月15过安尼。是对，对，这个11月15伫这个高一咱也为着咱的礼美即事这个小弟伫高一的所在，咱有癌症的关系，所以咱就为伊做这个临床的这个洗礼，也愿上帝祝福因为这是领洗礼是需要，这是小会爱公告所以伫这个所在来公告。第二，伫12月17日，咱要举行第23届这个中级的这个就业礼拜。所以同工迄个礼拜，咱第一场无变，毋过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咱要联合聚会请新任第23届新任的这个中级会当来穿正装来出席正装就是穿西装甲内裤带这正装。那么姊妹咱会当端庄的这个服装。这是第四项本会会主日11月30有要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时间是透早，后礼拜日的透早9点到5点，地点伫咱教会副堂的这个头前，请关会者会当带身份证来排队关会，咱会当赠送一份的这个精美的这个礼物。第5项本会12月初6上午10点到11点半伫咱主堂的这个所在，另外一个12月14，这10点到11点，这就是清风的所在，咱有举办圣诞牵手听无限的关怀弱势活动这个是咱教会甲市政府以及迄个信幕爱基金会来合作，咱做伙来关怀伫油厂、伫敬拜中心，或者伫清风附近的大概第3级、第4类的这个贫民户咱总共呢，咱是大概200户。那么每一户呢，咱要赠送伊1000块的专年的这个礼券，甲圣诞的这个礼物，敬请兄弟会当为着这项事来代祷。这是咱教会逐年伫圣诞节时阵对咱的社区所做的这个活动，请侍奉的同工会当提早伫半点钟前来到伫这个副堂来集合。第6项，本教会定伫12月初7。也就是2礼拜后，迄个下晡的4点半到6点，要伫咱油厂敬拜中心来举行2025年度的圣诞的点灯的这个活动这当年无论是伫咱的这个敬拜中心或者是主堂拢是油厂的新闻所以咱会当兄弟姊妹较侪人来参加这个点灯的这个活动。因为伫这个活动的当中有准备食品所以呢请咱有要参加，无论是小组长、小组员，或者是咱所有当时兄弟姊妹，咱要参加，咱必须爱报名无备办的食物会无够所以咱若要报名，请阮办公室来报名，若会晓用 QR code 的QR code 报名，咱就用 QR code 来报名。第7项，本会定伫12月14日下晡3点到6点要举办幸福特会这个有邀请夏佑腾这个兄弟来分享敬请幸福小组这个贝斯特会当来参加报名，咱请各小组长，也请各牧区的这个区长伫12月初7进前呢
咱会当汇整所有的即个名单，后来咱提交到伫即个办公室即当中。特别一项有关咱油厂教会全体信徒的即个消息，就是咱今年呢，伫咱的圣诞的即个主日，也就是12月21号圣诞的主日下晡6点到8点，咱要举办油厂教会即个大家庭咱的圣诞大主餐啦，吼。那么咱目前大概要办100块桌，吼，大概要办100块桌。那么所在呢，伫咱油厂敬拜中心的即个敬拜中心头前迄条路，吼，咱已经有申请即个路权，吼，所以伫迄个当中，咱会摆100块的即个桌，所以呢这是需要报名。所以兄弟，咱若要拜煞后壁有迄单，咱若要坐做伙，吼，要坐做伙，你必须爱写做伙。那安尼呢咱的工作人员。咱的干事群在甲咱排即个桌的时呢，伊就会当甲咱排做伙吼。那么是本地一个人大概爱交500块，但是若是教会会友呢，咱只有交300块吼，只有交300块。若毋是会友爱交500块吼。即个当中有一个吼，咱常常会问的问题，所以伫周报甲咱解说清楚，就是呢，阮囡仔是安怎算吼？囡仔是安怎计算？真简单的问题，你的囡仔爱占一个位，就是爱交一个位的钱，就遮简单吼。所以呢，但是呢，若是未满2岁，吼，未满2岁，迄就毋免吼，迄伫咧边仔，迄就毋免吼。你袂使讲6岁我要甲抱咧食吼，嘛是，迄袂算啦，吼。所以吼，你真简单，咱用咱真的问题就是呢。占一个位就是算一个人囝，哈，就算一个人囝。像咱兄弟，咱必须爱伫11月30进前呢，办公室的这个报名参加。那以下这具体这个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告解消息，咱请咱的牧师来报告。但是咱若有报名，迄个今年抄圣经吼，书在一段，今日爱送到这办公室吼。第二就是伫圣诞节12月12、13有即个文化中心的圣诞节会演出。即个风剧团是一个咱高雄本地真有水准的一个剧团吼。圣诞节也是咱团录音的机会。咱来当买一张票邀请一个人吼，买一张送一张，安尼会当去观赏团录音吼。第三就是。海埔教会伫11月30有即个郑牧迪甲卢可尼牧师就任主任牧师甲教牧师的感恩礼拜。咱若要参加，可能得甲办公室讲一下吼。愿主祝福以上。接下来咱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5节。咱要共读圣经的话是记载伫诗篇103篇的第1节到第5节。我想这是大笔所写的一首真水的诗。好不好？咱兄弟姊妹，咱做伙，咱照 PPT 吼，咱做伙来共读。请，我的心神你着学了耶和华，凡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性命。我的心神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米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愿上帝话祝福咱大家。这个是咱要来学乐，咱要来请到妇女圣歌队来学乐。
咱感谢咱教会妇女圣歌队练真久所以伫即个感恩节带真好的即个诗歌来感谢咱的上帝。即个时咱要来见证分享吼咱要来请欧小丽华姊妹来分享。请麦克风。牧师、师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迄个分享感恩的见证吼。感谢主，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与我的囝叫赵恩来分享今仔日的见证。还是我尽量忍耐，对783年7月份开始。我的囝来破病，这当来，我两个做伙面对癌症的治疗。感谢主，伫这个当中，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看顾、上帝的力量。予我勇敢，甲阮囝行这个当外的治疗，伫这个当中，阮囝上帝予伊爱力量，伊是一个真友好佮真乖的囡仔。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安尼，毋过伊真勇敢，伊惊我烦恼，伊拢表现得足坚强的，伊毋捌。伫我面头前流目屎，我嘛尽量不爱伫伊面头前流目屎，因为我无想要影响伊的心情。因为当时
检查出来是肺腺癌。医生讲即个癌症，迄种细胞走足紧。当初是因为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末期啊，已经走去到伊的骨头啊，所以伊腰甲骹全部拢是。迄时拢无法度爬起来，无法度行。啊，毋过其实个当中，我上感谢的就是上帝，伊派一个小天使，就是我的麦婿，伊伫台北赶落来，因为上帝感动伊。其实迄天伫教会，伊有足重要的任务，要参加传道的晋升。啊，毋过伊上帝感动伊，叫一定爱落来。因为伊伫教会是咧做医病讲过即块，所以上帝感谢伊落来为阮囝来医治的祈祷。啊，因为迄时阵伊即个癌足歹的，所以医生讲伊要紧从紧治疗。迄时阵就是化疗，佮放纵，佮加迄个食迄种标靶药啊，3项做伙来。迄时我问医生讲，安尼敢会砍进？医生讲无法度。尽量，因为伊嘛想要尽量家救，讲佮遮少年，所以就做伙做。啊，迄时阵，因为伊做了了，拢好甲再感谢上帝，无互伊足侪无好的迄种治疗的迄种后遗症。但是当下拢是互伊困，啊，所以伫这个当中，我嘛会使落来甲伊做医治的时阵，伊伫咧困，伊伫甲伊祈祷了，顺伊醒起来。伊问第一句问阮麦婿讲：小弟，我拄啊伫咧梦中有一个穿白袍，啊头毛咖啡色，啊长长的胡须，伫遐甲我摸，佮甲我医治祈祷。啊，伊问讲伊是啥物人？啊，阮麦婿讲伊就是耶稣，耶稣足疼你，伊足爱你，所以伫这当中咧甲你医治。伫即个当中了个过程，阮囝伊阁愈相信上帝足爱伊的，所以伫迄个病的当中，阮两个母仔囝，阮就是逐工拢是甲上帝求条条，因为上帝是阮的愿望，上帝就是阮的倚靠。伫即个当中，我逐工伫病院，其实咱基督徒无啥物想法，第一就是相信上帝。甲上帝救我掉，就是就对啊！啊，我嘛毋知要安怎，就是逐工祈祷，我靠上帝。啊，伫即个当中，我逐工伫病院，就是放诗歌，啊，佮放迄牧者的讲道互伊听。啊，伫即个当中，互伊的信心，佮愈安慰伊的心灵。啊，有一届，伊听到箴言17章22节，伊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能使骨枯干，因为迄阵伫破病当中，其实伊嘛足脆弱的，啊，毋过就是上帝的话来安慰伊。啊，佮有一篇就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膏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之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段经文也让我的儿子赵恩每天就是紧紧的倚靠神，仰望神，这个是神给他的安慰。他知道上帝都与他同在，因为上帝爸爸从来没有放弃他。所以在第一次治疗的第一个阶段，他治疗得很顺利。因为当下他检查出癌症的时候，我第一句就问医生说他有没有跑到脑，医生跟我说没有，因为那时候都是一直专注他的那个肺腺癌那里。所以到第一个阶段，我们还在讨论说12月预备要回去上班。可是，在11月24日的时候，我来主日的时候，他昏倒了，因为他的那个
癌细胞跑到脑，压迫到神经，整个抽搐，又再次的回到医院。然后在这个时候，医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检查到脑那里有？他又回缩去看片子，结果不是很明显，然后又再次的重新再照脑。他说建议我们去荣总，因为那边有一个医生，他在做加码刀很厉害。他说建议我去那里，所以我们就去荣总挂了号。然后去的时候，因为荣总的那个医生很有名，他真的很难挂。我老公凌晨3点多去排队挂到了，但是挂到又是2个礼拜以后的事情。当我们2个礼拜去检查的时候，那个真的跑得太快了。医生说本来是1颗，结果那时候检查出来变成3、4颗，而且他的那个小细胞是整串的，已经布满了脑部。其实当下听到真的是晴天霹雳。但是还是勇敢的接受治疗，然后医生说，那时候也不能开，就先做放种去把那个小细胞先处理掉。但是感谢神，他做了10次的那个医疗，然后说叫我们回家休养。他说，1个礼拜因为没有办法再去。马上在做其他的治疗，可是他说那个头部比较严重，他会有脑压的问题，然后叫我们本来是早上我都要去公园晒晒太阳，呼吸空气，但是那时候没办法去，只能在家里。由于这1个月的休息，他整个身体免疫系统都荡下来。当我们再回去。癌总在做他其他的骨头跟腿的时候，那时候说实在，他整个，因为那时候做完脑，他其实他的饮食本来都还 OK， 后来饮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吃，然后在做治疗的当下，整个身体没办法承受，但是他还是很勇敢的去面对。那时候因为他是坐右边，然后有一天，那时候他痛到没有办法睡觉，我每天都带着他祷告，依靠神，呼求神，至少让他可以睡觉。结果经过了差不多2、3个礼拜，有一次又是在梦中，上帝亲自来医治他。他睡醒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昨天晚上又有一个穿白袍，头发是黑色，跟上次那个不一样。他摸着我的右边的头，在为我祷告。我说那是上帝爸爸，你不用担心，上帝会医治你，会帮助你。所以说，他又紧紧的再一次的仰望主。其实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说：“感谢主，让我今天又可以看到今天的太阳。”其实当时听了心里很痛，又不能在他面前哭泣。然后当时，当下我也很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特别要感谢我属灵的母亲陈师母，她都为我跟我儿子来祷告。再来要感谢我的区长瑞美，当我真的是过不了那一关，我难过的时候，只能打电话给她。她总是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鼓励我。丽华姐，你要坚强的走过去，虽然是死荫的幽谷，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带我走过那段路的日子。虽然最后我的儿子回到天父的怀抱，我相信他是一个没有病痛、健康的孩子，回到天父那里，每天就是快乐无比。感谢主。虽然我心里很痛，也很遗憾，
但是死亡并不是结局，而是进入永恒国度的心门。最后，我要直接感谢上帝，真正爱感谢上帝，其他无上帝，我嘛唔知我要安怎行过。那最后，我也感谢有从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伫迄段时间鼓励我、安慰我，互我会当今仔日搁行伫遮，替阮囝来分享。因为这是伊阵伊破病的时阵，伊有讲妈妈，我若好的时阵，我一定要去做见证，啊，毋过无这个机会啊。宝贝儿子，妈妈今天为你做到了分享见证，希望你在上帝那边每天都是快乐无比，没有病痛。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吼，咱有听到另外姊妹伊分享伊的后生吼。真正伫迄段期间，若毋是上帝听，若毋是正人的带导，实在无法通行过迄段治疗有真侪艰苦的即个时间。感谢上帝，靠着上帝话语，上帝的听从，正人的祈祷，另外这会当陪伴伊的囝。伊的囝虽然上帝带伊倒转去，总是相信伊伫迄个所在，那甲像主的小天使伫遐服侍，无够病痛，无够艰苦，伊伫遐欢喜快乐。基督徒就是相信上帝，永远我的上帝，互咱有永远的活命，无论伫地上还是伫天顶，所以。咱的有女性歌对唱的，咱有感恩的心，咱面对所有一切这艰苦病痛，甚至死亡，咱也搁相信上帝是我的上帝，咱感谢伊的听，咱欢喜快乐来学乐伊。咱也听到这个古老爱尔兰的祝福之话，愿上帝。稳定的日头，照伫另外这，照伫伊的家庭，相信伊的后生去到迄个所在，无过黑暗的所在，光明的所在，望上帝稳定的日头照光恁，带恁头前的路，也毋望伊会当真正伫迄个所在，嘛为着地面上的厝内人来祈祷。伊所听伊的爸爸毋望也当归伫厝，咱也为着即个家庭祈祷。因为姊妹，咱伫即个感恩节的时，咱为着欢喜的代志感恩，为着上帝赐福感恩，嘛为着上帝伫咱患难的日，伊拯救咱，还是扶持咱，还是帮助咱，还是赏赐咱有迄个永远的愿望，咱献上咱的感恩感谢上帝今日牧师伫即个感恩节透过诗篇103篇即头前5节甲咱想即个题目，咱哪会感恩，哪是蒙福；哪会感恩，哪是蒙福。即个诗人伫即个诗篇，就是充满感恩的诗。这是一个感恩的诗篇伊用伊的全人、全心神、全情感、全意志，伫遐来感恩，来阿乐上帝性命因为上帝施乐恩惠予咱，上帝施乐恩惠予咱，上帝赦免咱的罪，上帝医好咱的病伫即个所在，即个感恩诗讲。咱就要对上帝所施乐的一切恩惠、大小的恩惠来感谢伊，来学乐伊。咱就要为着伊赦免咱一切的罪孽，咱来感谢伊，来学乐伊。咱就为着伊
伊伫咱一切的即个病痛来感谢伊，来学乐伊。兄弟姊妹，这就是诗人爱咱有一颗感恩的心，会当来顺效上帝的恩典无论是上帝施落的恩典，上帝安怎赦免咱，安怎医好咱、救赎咱伊互咱会当用伊的仁爱甲慈悲做咱年冬的免流，用好米祝咱的心愿，甚至互咱会当少年福到少年，亲像婴者。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爱学习感恩。牧师要甲咱分享，咱头一项爱养成感恩的习惯，养成感恩的习惯。咱的生活毋是人拢顺利，但是咱就是有小小的感恩，咱就要学习感恩。咱愈是感恩，愈是会蒙福。最近这个周新做牧师伫咧分享，伊安尼分享这个，伊为着无定定感恩求上帝赦免；无为着小小的代志感恩嘛，求上帝赦免。伊讲吃喝拉撒睡咱生活爱食爱啉爱放爱困这个生活足简单足平常的代志，咱要当真顺遂真正常，这咱就是爱感恩伊讲年纪渐渐大虽然无啥物大病，毋过生活上总是有一寡小毛病有时可能袂顺无容易困诚做生活的困扰但是感谢主，伊讲即马80几岁为着即个代志会当正常的时阵真正爱感谢上帝咱毋通袂记得伊上帝伫咱的生活点点滴滴看足少的这个恩惠咱就爱来算数，咱就要感谢上帝伫咱可能伫心灵上、情绪上，咱有一寡咱的软件、咱软弱，甚至咱的生气、咱的一个小毛病上帝赦免咱就要感谢上帝，伊伫咱身躯逐种的这个困扰，咱就要感谢昨伫参加咱无惊教会上座会牧师伫阮的车讲要人分享，但是拢无人分享牧师嘛是分享分享我对上帝的感谢真正今年毋是讲拢当代志一定拢是一帆风顺，当拢是足顺遂包括你做的代志，包括你的身躯，包括你的东东西西。今年7月我想讲有邀请讲要去阮迄个山顶清假所在是讲去到遐远无就规矩去到司马库斯，无嘛去隔一面就几个高雄的同工我就开车载一位牧师傅就去到直接从时间拜四去带一暗拜五去遐参加因遐的基督山的聚会拜六感恩礼拜我爱分享了就要转来结果一声就开去到司马库斯毋知讲真正安尼是伤过头忝，坐伤久迄个线路安尼开咱来回倒转来了我计感觉这个腰怪怪怪怪当然通常可能咱就拿车又搁个打啦，种啥，但是打拢无效，过来愈来愈严重会麻会麻麻甲煞迄落坐也艰苦徛也艰苦忝至少是免怎想讲无来骨科的我营总骨科的主任都有了治疗熟悉无再来问毋过
迄个拜六下早祈祷吼，上帝感动我讲爱紧看医生。啊，我就想着老丁了有去中正去考的款啦。啊，讲迄条路嘛，还有一个7年路的迄个脊髓外科，干即个文件遐北去。啊，我查查讲啊，遐下早时吼有迄个脊椎啊，着去。啊，拄咧医生路看啊，检查，甲啊，感谢主啊吼！迄个医生白白讲，伊讲可能你爱复健半冬。啊，我个医生讲，我无法度安尼哦，逐工复健呢。即复健半冬吼，我若退休就会使啦，吼，退休逐工拢用吼。敢有其他的方法？结果迄医生讲，啊，摕一张迄个介绍单食出来，我看了讲，这高频热凝脉冲疗法。啊，讲好啊，伊讲无你当去想看觅，讲哦，卖啦。你紧甲安排，感谢主吼，着拜过讲的，过礼拜啊，感谢主吼，啊，着凭着信心吼，我相信啊，主有感动啊，所以就去啊，就好做啊，感谢主吼，啊，各会当吼啊，会坐会徛吼，你着要感谢上帝，会坐会徛，你着感谢上帝。你袂坐，就是袂当做代志。无徛，今日牧师吼坐轮椅吼，伫遐讲道吼，啊，你个感觉上就怪怪吼。啊，坐讲甲徛讲无共款呢，吼，坐徛的吼就有气势，徛的就是有力有气力，坐伫遐就是无力啦。哦，要振动哦，袂当安尼伤激烈啦，所以。感谢上帝，上帝嘛怜悯，会当透过医生啊，搁用迄个是40分钟啦。伊讲无啥物款，迄毋是甲你治疗，无啥物伤害，对互你袂疼，无你逐工食止疼药啊，你要哪有可能啊？对无？这止疼结果吼，可能你人无安怎，干为了食止疼药，直直食吼，腰子歹，啥物歹，都愈诚力啦吼。所以我就足感谢上帝，会当徛伫遮讲道，这实在上帝恩典啊！若无吼，倒伫遐吼，哦，迄一两礼拜吼，伫厝诶吼坐袂调，就是讲客厅厝一个迄款个树啊，伫迄个所在遐倒啦。哦，坐万年啊，无法度着搁去倒，哦，坐万年啊，着搁去倒，这人袂过日的吼，所以。感谢上帝，吼，感谢上帝。啊，最近吼，因为交过去身躯检查，流真正毛病真济。我目睭本来1.0，即类就是了，即嘛变成0.7，哇，这个有问题啊！古早就是0.7，无去注意吼，医生嘛无咧甲你注意，叫做变做黄斑病变，哦，这造成足大的麻烦。啊，即搭我就注意啊，赶紧去迄个树营迄个眼科吼。啊，就去检查，真正有影变成0.6，啊，伊讲到底是安怎，哪会遐紧来缩迄个目睭无？顶礼拜各位兄弟姊妹，可能恁看牧师啊，改成正常好好吼。顶礼拜咧看恁是无啊，因为吼，都0点，即类就0.5哩，吼。啊，结果去互一个迄个视网膜的纤维，啊，就去啊。检查了，伊讲无啦，这视网膜无安怎啦，这就是吼，你白内障手术了有可能吼，会搁生出来是倒是膜啊啥嘛毋知啦，啊去雷射就好啊，所以吼顶摆去雷射吼，10几分钟雷射了吼，啊就转起来，感谢主吼，即摆医学实在是足发达，啊所以事实上咱若有小毛病。啊，免伤紧张，有小毛病吼，
该去看医生，爱治疗就治疗吼。平常时，咱有小毛病顶个牧师甲恁讲，有时啊爱家己吼，你感觉较慢淡慢小毛病，安尼就哀叫吼，啊就惊到要害伊吼，啊免安尼啦，吼，咱就祈祷啊，咱有时该找医生啊，找拄好医生，若会当找到治疗方法啊，咱就好胆去治疗。咱若毋接受治疗，当然有时为的是会好，家己会好，为的是袂好吼。像咱康定路即马为着伊吼身躯吼，所以伊吼一工走3万步吼，30公斤咯吼，真正吼血糖也降血也嘛降重，咱的身躯就是爱靠咱的保养，所以感谢上帝，咱永远得爱注重咱身躯的健康率。兄弟姊妹，咱人有生理、有心理、有灵力，就是咱的灵魂体。咱的身躯有伊的原理，你袂使违反；咱的心理嘛有原理，袂使违反。咱的灵力，咱敬畏上帝，咱照上帝去行，咱所做的，逐项就会当行通顺遂。所以，咱上帝恩典是教育咱用的，兄弟姊妹，咱爱常常来学习操练感恩的习惯。吼，这个感恩哦，毋是天生自然的。人常常无如意的代志，人就会开始会埋怨。但是你愈埋怨吼，你会愈怨叹。吼，所以牧师较早讲哦，天天忧愁，愁更多；天天痛苦，苦更多。天天苦读吼，读更多了；天天埋怨吼，怨更多。迄都袂使，你就是爱感谢吼，天天感恩恩更多，天天祝福福更多，天天喜乐乐更多，天天赞美美更多。你就是爱换一个方向，所以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咱所定定的旨意就是啥？就是你爱常常欢喜，不住祈祷，搁凡事感谢，凡事感谢。你得爱感谢，因为上帝是万福的源头。上帝若要收束咱，伊就互咱啊，伊伫听咱的上帝。检查早恩伊上帝要甲带转去，上帝甲带转去，嘛照上帝意思。上帝可以毋免艰苦，上帝可以较早倒转去以后，甲上帝相合点。兄弟姊妹，咱爱培养感恩，咱逐工一件代志好两件，若感觉感恩的代志，无论大小咱就若甲记起来，咱若逐工记到尾啊一个月看到咱足侪代志，真正足侪通感恩的嘛为着一寡代志，咱会当感谢上帝，嘛感谢人，可能人甲你帮衬，咱嘛会袂记的。兄弟姊妹爱养成这个感恩的习惯。第二项咱爱为着咱所有的来感恩啦。毋通定咧看咱无的所在，无的，但是有的你看无到，为着有的来感恩我捌讲过即个吴一鸣教授伊一个教授，所以伊提奖的，我感觉伊提的数字足有意义。伊讲咱全地球人口78亿你若要去分析看，足歹看。但是你78亿甲变做100人安尼你比例你甲看世界的逐种的10种的分布，你就知影讲到底你是伫倒一搭譬如讲，迄个人口的分布11个人伫欧洲，毋过60人伫亚洲，所以亚洲是足侪人的所在，亚洲足侪人的所在第二，即个生活的分布，伫庄脚的人49个，伫城市的人51个，住伫都市的人较侪，庄脚的较少，都市的人可能会愈来愈侪。庄脚人愈来愈少
过来语言哦，会晓讲中文的人哦，100个有12个，所以这个中文的人口袂少。毋过吼，有足多世界语言哦，几啊千种。吼，咱的翻译圣经哦，翻袂了。吼，迄种种哦，语言分散，上帝哦，这个语言拍散了，真正迄个种族语言有够济吼。但是讲中文的这族群哦，算诚济所以咱是伫迄种较济的族群内底人。过来大的所在，77%的人哦有厝人住，抑阁有23%的人无厝人住，无厝人住呢。你若去迄个埃及去足侪遐个沙漠所在，足侪遐个贝都因人还是叫做迄个罗姆人啥，迄拢收过走即个伫欧洲吼伫遐咧收过咧走的吼，这足侪人为拢无厝通住无厝通住。过来有食米吼，21个是营养过头的啦。咱台湾可能营养过头的吼。我若占袂少吼，63个是敢若食会饱的，15个人哦营养不良的，营养无够。有一个人哦有一顿无一顿的吼，有一顿无一顿的这种的人，起码世界是较少但是嘛有嘛有啦，占7%的人哦是安尼，毋过15%的人哦，真正营养无够，所以世界展望会其实。咱有咧甲观念，因咧做诶所在就是做伫遐个世界营养无够人，望会当透过提供因清气诶水够遐营养诶食物来帮助因。过来，迄个水资源哦，80%人阁有清气诶水通饮，毋过要13%真正水袂清气，所以这是一个较落后诶所在过来，咱的这个山西的产品吼，75%人有25%人无，所以我那这个山西产品哦，规世界诚普遍，会当上网的30，毋过其实有这个 WiFi 会上网的，咱遮拢手机拢食到饱，这是无较济啦吼。教育，遮有7个人吼。有受过大学教，其他拢无呢，吼83个人捌字，毋过17%的人拢毋捌字。宗教分布基督徒上济，嘛有真侪宗教。上落尾咱来看讲即个会修啦，吼，20个人活无到14岁，66个人才活到64岁，有8个人才会当超过65岁。所以你若超过65岁吼。世间无偌济呢，诚少。咱伫遮65岁，阁足少年呢。毋过为足一所在吼，你去印度去倒一角吼，去非洲65岁，这已经稀有动物大家拢转去所以兄弟，咱为着会当有当大，会当吃，会当啉清气的水，会当上网络，会当检查咱的囝会当读大学，咱着爱大感恩。咱即马若已经超过65岁，咱拢伫世界迄8%以上的人，你着爱感恩。所以咱爱为着有诶感恩，伫这感恩节，咱为着有诶感恩。上落尾牧师甲咱讲，咱为着6种诶方向来感恩。头一个就是讲，你若愈感恩你会欠缺着变做丰盛。你若定讲无够，愈想愈无够，你会愈来愈无够。但是你若会当感觉我有，我相信你会愈来愈有。第二项你感恩，现在叫咱感恩，这世人叫咱感恩，就是讲，咱感恩的是咱就会知足，咱就感觉讲我拢有够业，无咱定若感觉无够业。有人讲咱的姊妹衫拄者拍几讲甲因拢找无一样穿安尼其实贵拄的衫但是你若想袂，你就会永远无够业。你若会知足，
其实你会真丰富。到底赚偌济钱才有够？这拢无标准。会感觉哦，人赚啊济，我赚遮少，你就感觉讲敢会无够？嘛是袂歹啊！我有这个钱通用，我就足感谢主啊！吼。过来第三，咱若感恩，咱就较袂甲人比较啊。上惊是比较，要安怎才会够？若照讲就讲吼，你退休了，你至少要1500万，你的生活才会当过。若无免怎？我500万尔呢，你毋免想遐济，你会当好好啊去运用上帝互你的，你会当感恩来用，你会丰富有够业。第四样，这个感恩会互咱较慷慨。兄弟姊妹，咱有感恩的心，咱就感觉咱是得到福气的人，咱得到上帝恩典的人，咱就较欢喜甲人分享。第五项，咱若感恩的是，伊讲其实咱咧做啥物代志较袂冲动。有时情绪性迄个你甲你推销车的人拢叫你这车你这偌好这个你先较买落你才搭就好袂要紧，迄个能力你偌久你才搭，你看了到着感觉真暗，毋过了到底搭了到底，到尾你就感觉我袂使遐尼冲动我这车来用的就搁用。毋通袂想要搁买新车兄弟姊妹，咱若会当有感恩，过来就是咱爱诚做一个咱是受托者，咱就是好管家。我上帝交代我，无论是5000、2000，还是1000，就是1000，我嘛感谢上帝。我好啊去运用，1000就会当赚1000，我毋通甲大土地。兄弟姊妹。咱应该得爱像这个诗人，为了上帝一切恩惠来感恩。我相信上帝的确会帮助咱，互咱伫感恩节的时学习感恩。上落尾牧师哥，请咱读一段这段是我最爱读的段圣经，这一段话啦来，咱来，迄个为着这光感恩，上帝将灯光赐予你。为着灯光感恩，上帝会将月光赐予你；为着月光感恩，上帝会将日头光赐予你；为着日头光感恩，上帝会将上帝国赐予你。阿门。咱三角的祈祷，最后说，互阮会当来感谢你，来学乐你，因为你一切恩惠。你赦免阮拢总的罪，医好阮拢总的病，救赎阮的生命脱离死亡。就是阮这个肉体的生命死亡，但是上帝啊，你互阮有灵魂永远的活命。主啊，你用仁爱甲慈悲做阮年冬的免流，你用好米祝阮的心愿，互阮会当少年福到少年，亲像鹰鸟。主啊，阮学习感恩，若是感恩。那是蒙福，求上帝赐予阮伫过来日子，诚做一个感恩的人，来领受上帝你要赏赐予阮特定好的福气。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咱的主任牧师用今仔日这个主题，咱哪会感恩，哪是蒙福互咱做咱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为逐工咱拢会当感谢上帝来得到福气。这个是咱要来吟这首感恩的这个诗歌，这是新圣诗的437首这咱可能是第一遍唱是第一遍唱咱的新圣诗呢出版已经16年这可能这条这有一个赛德克族的这个旋律咱请咱起立咱来吟咱这个奉献，咱伫等这个要唱耶和华祝福满满是。今日是修行感恩日，感谢上帝赏赐丰盛恩典。今日是修行感恩日，感谢上帝赏赐丰盛恩典。今日是修行感恩日，我上帝赏赐丰盛。谢谢。
就是手照亮所大雾，也是快到感恩的，主你只给咱可能有福，今日是快到感恩的，咱有点话要到相应可以。请坐。这个时咱要来准备礼物，就是咱来当是一年一年度这个感恩节的时呢，咱要来献上咱的感恩。所以头前咱等一个顺序，就是咱有中间呢，会甲参照咱今仔日这个第二节所写的说，今仔日是感欢喜的感恩日，纪念上帝手术丰盛菜色。今日是欢喜感恩日，感谢上帝。果子修成做做，今日是欢喜的感恩日，咱就诚心献礼物来感谢伊。伫台湾，上帝手赐咱一缸雨水，照四季，所以咱有丰盛的这个菜色，咱有修成做做这个果子。那么这拢是咱台湾上帝所手赐，互咱的这个果子甲名产咱这个时就要请咱的技术把这个果子送到菜色，送到台前。柑仔蜜有够甜，金果真营养，花菜嘛真水，柑仔是甜的，木瓜是上营养的，龟苓仔菜呢是上营养的，球仔呢是大家上爱食的，所以呢这是真丰盛的，上帝所手赐伫咱台湾四季照雨水啦然后呢这丰盛的米粮菜色果子满满是咱这个是呢咱要来奉献，咱来奉献呢咱要请两边我来做。第这边这排，搁甲迄排来到伫头前来到头，咱的妇女生活伫咱摆上尾咱摆上尾然后咱伫来到头前的时，然后对中央对后壁行转去原来的位，好不好？咱来吟七首耶和华祝福满满。咱先吟第二遍的时，咱再开始来奉献。山中的白莲心，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旁边，总是专业的上帝，为伊相思真好记，好地上花的歌曲，献出拼干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我，亲像海边雨伞，稳定主爱的靠岸西岸。我要举手敬拜你，做欢喜的歌声，我的亲像伊命永无山。咱请这边甲倒边的第一排的兄弟姊妹，咱带着上帝所手赐予咱的咱无论偌济，咱拢带到上帝面前。咱兄弟姊妹，咱继续来吟这首《烟花四红满满》。为你手赐真好听，我地上花嘅歌声，献出平淡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我，亲像海边雨伞，稳定主爱的靠岸西岸。咱请第一排。我们要手敬拜你，做欢喜的歌声，我的亲像伊命永无山。山中的白莲心，无欠过啥物；山顶
好地就花的继续，献出疼痛的根基。也好花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稳定自爱的到万世间。我要举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也好花祝福满满。让我祝福我，咱请辅导小老师准备。阮的主爱的到万世间，我们就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田中的白莲丝，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边见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受事真好奇，好地就花的继续。献出疼痛的，兄弟姊妹，咱所有起立来吟，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稳定主爱的到万世间。咱请咱举手过来敬拜伊，我们举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我祝福满满，让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雨伞，阮的主爱的到万世间。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我的情伤伊名永无散。是啦，最后花你的祝福满满。阮伫这个感恩节，主啊，阮会当带礼物来到你的面前献予你。那像以色列百姓，因到流奶甲蜜的地出土产，因将头水的果子、头水的土产，用轻碇带来到耶和华的坛前，来献予耶和华，感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阮祝福阮。主啊，阮伫这个感恩节的主日。主啊，阮也要将阮所领受一切的恩典福气，用感谢做祭来献予你，互阮的心来学到你的圣名，毋通忘记你一切的恩惠。你赦免阮的罪过，你医好阮的病症，你救赎阮的性命脱离死亡，你用仁爱甲慈悲做阮年冬的免流，你用好米祝阮的心愿。你要互阮福到少年，亲像鹰鸟。主啊，求你赐福你的百姓，互阮今年蒙福，明年搁较蒙福。阮新的一年，主啊，你要互阮出去蒙福，入来蒙福，互阮伫厝内蒙福，伫阮的职场蒙福，伫阮所徛起的所在拢蒙福。主啊，你要互阮会当做头无做尾。徛伫顶面，无徛伫下面，使互阮兄弟姊妹灵魂体拢兴盛，凡事拢顺利，家庭拢蒙福，互阮会当诚做见证人，来见证耶和华是祝福满满的上帝。主，阮感谢你，愿你感动咱，感动阮，也赐福阮。但求上帝
施恩祝福伫阮的中间。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带恁通平安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安尼，即摆咱等一下伫广场的所在，咱会当去领月历，吼，会当去领月历，啊，咱签名就会当来领厝。